先天榜挂号在第五抽丁，没有求到，一般都要先到城隍爷那边报到办出境手续，然后有修的是被请到地，有修的被请到地府，没有修的被七爷八爷一手两脚铐抓到地狱。先到地府审判，然后再按照罪到地狱，18层地狱也有19层地狱受刑。